全国第一届的卡蒂杯的比赛乔治杯，伫台中火车头前来举办，学生咧来讲，对因来讲是真挑战。考题一日出来，学生爱伫有限的时间内，使用卡蒂球算出答案。过程中，若考验学生的排列组合、嘛训练运算的能力。比赛中，如果快要被打败的时候，就是要用非常快的心算去打败对方。我必须要去看一下那个牌长怎样，题目长怎样，我才可以去动。它是非常快一下看一下，然后马上就转出来了。卡蒂球得到台湾甲世界20年专利甲发明金牌奖。以建构式的数学原理，和学生哪算哪学数学。发明人嘛，甲民意代表合作，总共要送24间国中、国小学校，希望讲提升囡仔的数学能力。不要小看草式拼球，它的变化率是48的96次方。透过多元化的教育甲学习，家长会使甲囡仔做伙参加，较袂好囡仔有闲，就拢伫耍手机啊。